呢，我是那个有信拍呢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讲说，你不断不用信拍，年年不断，用那个信拍，过来刚才这里现在过到2岁，咱来传承爱搞，传承现在不断的翻新，不断的翻脚，我到底是在哪里？我想要讲我我想要讲我进步，我先想要讲我先啊，我想要在这个事情我改，我这个我有的意思，咱们这种翻脚呢，咱现在讲我咱们爱讲做前头，我给咱记住啦，我给咱是咱老师的爱道，人做这个咩道呢？人做这个探图呢？对啦，爱甲咱讲，我是咱老师的爱道，对无？我做前头我给咱爱做，我给咱行是代表前头呢，对无？咱今仔日若有咱甲咱前头去保证是行去，甲显露出来，就是标准的形式啦，然后得作好。对无？咱这上天咧讲课呢，若今仔日咱的英文，咱所讲的话是实实在在，人讲哎哟，这讲这我听讲这个我听着哩呢，听讲食菜呢，安尼是人大，安尼大来打折扣是不是安尼我回去把这个，就安尼讲对无？所以呢，咱今仔日代表着天生。代表着咱啥呢？咱子孙时候呢，代表着咱去做读书呢，咱要大家做员工代，咱就爱啥呢？大家去洗澡、去上网放上水水。咱的角色，咱的定位，咱的做前头，我唔使讲别的，我唔使做别的代志。我爱坚持我家己的信仰，所以咱来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升级，不断的教会，不断。咱前的时阵，来是这些。那么到的时阵就是讲伊就上来教这个原理，所以呢，就是咱来分享，得业闹心，这是咱讲，以后时间得去做嘛，顺其有顺其自然。咱现在